爱订我频道。做伙食到，番薯饭配烧肉。嗨，我是狗仔阿公。嗨，阿公，今仔日中昼食啥？我食番薯饭配烧肉，炒汤丝仔菜甲芹菜炒花枝。哇，看起来足清楚，规盘得甲甜甜甜。当然啊，要食好饱，就是饭的分量爱比拳头母较大一丝啊。菜色甲饭平济，肉含手底平大块。搁一碗米寿汤，内底有海菜、豆腐，实在有够赞。饭后也有拔辣汤食呢，搁有果子哦，真赞！多谢狗阿公小解今仔日的中昼顿。连说二，咱做伙来食。莫紧食，喙斗好，咬大汉，人学乐。做伙来溜。番薯饭，番薯饭，烧肉，烧肉，汤丝仔菜，汤丝仔菜，芹菜炒花枝，芹菜炒花枝，米寿汤，米寿汤，海菜，海菜，豆腐，豆腐，拔搭，拔搭。若是你有介意台好朋友的影片，请甲阮试赞、分享、订我频道。多谢。